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金华城的弊案。这个微证集团的主席沈庆景的爱将朱阿虎已经承认又提钱共乌西，再加上郭文泰竞选期间有收到将近2亿无签名的政治现金，检察官即摆要追查这个部分。早起本来要搁照提到郭文泰门口经，但是郭文泰无愿意。检察官考虑到伊身心的状况，所以决定另外找时间再个问。要不要讲一下金华城的事情？前顶法开发董事长朱阿虎顶个月19号去北检约谈，上自信讲无乌西，不过搁一摆向约谈所去发现裁定羁押禁见。法院裁定的理由内底，认为伊和沈庆景有咧倒空电脑，敢若找到除了因小米的4740班，阁有其他金流，甚至向下面高班。现场方便说明一下吗？检廉顶个月27号大动作第2波约谈，真侪位违禁员工，发现真侪人伫咧特定期间捐钱给民众党，而且金额拢是30万，包括高保的金华城监察人张志庭、违禁服务经理陈俊权、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前秘书长陈忠彪、金华作用负责人洪秀峰、金华城监察人刘志安、陈秀图、财务黄淑文，个人是无报请回。主席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支持者说？检廉面前追查金流，根据监察院资料，郭文泰伫咧大选前3个月，政治现金内底有193%，拢是现金捐钱，其中无签名捐的费11月到1月，现金的收集特别两亿，也是调查重点。检方顶个月26号第4摆提审郭文泰，本正今仔日透早搁一摆提审，不过郭文泰所甲看守所的人讲，无想要出庭。北检讲，审办检察官爱看被告的身心状态，嘛决定另一日再搁再提审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